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，今日分享嘅題目係你知道我愛你。請讀聖經約翰福音21章1至17節，我哋一齊讀。這些事以後，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，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。有西門彼得和稱為底土馬的多馬，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，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，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。西門彼得對他們說：我打魚去。他們說：我們也和你同去。他們就出去上了船。那一夜並沒有打着什麼。天將亮的時候，耶穌站在岸上，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。耶穌就對他們說：小子，你們有吃的沒有？他們回答說：沒有。耶穌說：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，就必得着。他們便撒下網去，竟拉不上來了，因為魚甚多。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：是主。那時西門彼得赤着身子，一聽見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裏。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，約有200肘。古時以肘為尺，一肘約有今時尺半。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。他們上了岸，就看見那裏有炭火，上面有魚又有餅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。西門彼得就去，把網拉到岸上，那網滿了大魚，共153條。魚雖這樣多，網卻沒有破。耶穌說：你們來吃早飯。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，因為知道是主。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。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，向門徒顯現，這是第3次。他們吃完了早飯，耶穌對西門彼得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？彼得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對他說：你餵養我的小羊。耶穌第2次又對他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麼？彼得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說：你牧養我的羊。第3次對他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麼？彼得因為耶穌第3次對他說：你愛我麼？就憂愁，對耶穌說：主啊，你是無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說：你餵養我的羊。呢個神蹟發生喺加利利湖嘅中部，靠近西岸嘅提比利亞地區，稱為提比利亞海。呢一帶嘅水域係耶穌其中7個門徒經常出沒打魚之處，對他們而言係相當熟悉，係什麼季節、什麼時辰下網都係甚有默契。喺第3節，佢係講出他們雖然大有經驗，卻係整夜一無所獲，空空如也。到天快亮嘅時候，卻有人喺離岸200肘，一肘約等於尺半，200肘約等於300尺，約90公尺遠。喺清晨寧靜嘅海岸邊呼叫佢哋，有吃的沒有？係聽得清楚嘅。他們打咗成晚魚，冇收穫。7個有多年經驗嘅漁夫打唔到魚，何來吃的呢？只好回答冇。經文介紹咗5位漁夫，但其餘2人嘅名字沒有提及，但一般認為係安德烈和腓力，因為12門徒中有7位係打魚嘅。安德烈係介紹彼得認識耶穌嘅，喺約翰福音1章41節。腓力也係介紹拿但業認識耶穌嘅人，約翰福音1章45節。3月尾係逾越節，節後耶穌復活，第3次嘅顯現，大約喺4、5月份嘅日子。當時平均溫度係17至20度。第7節，彼得可以赤着身子跳下海裏，
可見早上並不太冷。主耶穌故意揀在天快亮和大約可以看見人物嘅輪廓，他們認不出係主耶穌。岸上有炭火，又故意大聲嘅問他們有吃的沒有。然而他們被詢問過之後，肯按提議把網撒在船嘅右邊，係出人意料嘅，因為他們係非常嘅有經驗，打咗一整晚魚都沒有收穫，為何要聽這個人嘅建議呢？真係好特別。然而他們真的肯作最後一次嘅撒網，結果撈到許多魚，出乎意料嘅又多又大嘅魚，唔係幾寸長嘅小魚，可見都係大魚，因為11節話，那網滿了大魚，網也沒有破。於是門徒約翰明白那呼叫他們喺船右邊下網嘅係主。7個人相當嘅羞愧，因為前後已經2次經歷主嘅復活顯現，又被主吹了一口氣受了聖靈。20章22節，如今卻回鄉重操故業，係背叛和放棄作得人嘅漁夫，不作傳福音嘅使者。約翰係以多位門徒同時見主顯現才計算，所以第一次嘅顯現係喺約翰福音20章19至25節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門徒所在的地方，因為怕猶太人，門都關了。耶穌來站在當中，對他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說了這話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。門徒看見就喜樂了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說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：你們受聖靈。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赦免了；你們留下誰的罪，誰的罪就留下了。那12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。耶穌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和他們同在。那些門徒就對他說：我們已經看見主了。多馬卻說：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，用指頭探入那釘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總不信。主耶穌第2次向門徒顯現係在約翰福音20章26至29節。過了8日，門徒又在屋裏，多馬也和他們同在，門都關了。耶穌來站在當中，說：願你們平安。就對多馬說：伸過你的指頭來，摸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來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總要信。多馬說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穌對他說：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，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。他們昔日在主嘅面前係領受了聖靈和權柄，為天國傳福音。如今他們卻是放棄大使命，反而要回鄉下海重操故業。就係在這一無所獲嘅時刻，耶穌找他們，為他們預備了早飯，有魚有餅，再加上其後嘅神蹟，獲得了153條魚中嘅幾條魚，可算係夠吃有餘。經文話係耶穌復活後第3次向門徒顯現，耶穌為他們預備了魚和餅。第9節，但係似乎有些不足，加埋耶穌係8個人，為什麼魚係唔夠吃的呢？冇可能嘅喎。耶穌係用5餅2魚吃飽5000男人，為何今次要他們把153條大魚中嘅幾條魚拿來一起燒嚟吃呢？因為這幾條魚係他們照主吩咐才得到嘅，明明係親身經歷嘅神蹟，讓他們一同參與這次永世不忘嘅早飯。那麼日後去侍奉，也必不缺少什麼供應。只管用信心去實踐主嘅大使命啊！昔日這7位漁夫嘅失敗，現今也可作我們嘅借鑒。曾幾何時，我們得着主恩，卻常常忘記主嘅吩咐，不去作福音嘅使者，不去常常守主嘅聖餐。猶太人嘅飯餐有時帶着不同嘅意念，
作為接待客旅嘅手段，係他們好客之道，因為他們向來喜歡與人同吃飯餐。創世記18章5至8節記載，亞伯拉罕接待客旅。我再拿一點餅來，你們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後往前去。你們寄到僕人這裏來，理當如此。他們說，就照你說的行吧。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，見撒拉說，你速速拿3細亞細麵調和作餅。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群裏，牽了一隻又嫩又好的牛犢來，交給僕人。僕人急忙預備好了。亞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並預備好的牛犢來，擺在他們面前，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，他們就吃了。創世記19章1至3節記載羅得也是如此。那2個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瑪，羅得正坐在所多瑪城門口，看見他們就起來迎接，臉伏於地下拜，說，我主啊，請你們到僕人家裏洗洗腳，住一夜，清早起來再走。他們說，不，我們要在街上過夜。羅得切切的請他們，他們這才進去到他屋裏。羅得為他們預備筵席，烤無酵餅，他們也吃了。若是為極好之友嘅話，更可以交換信物，表達隆重，而且還會互贈禮物。撒母耳記上18章，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，給了大衛，又將戰衣、刀弓、腰帶都給了他。在當時羅馬時代嘅社交上，佢哋會以一塊分成2半嘅木片或者係石瓦，把自己嘅名寫喺其中半片上，然後互贈給對方作為憑證，留給各自嘅後人。日後能夠配得上嘅話，就會獲得極美好嘅接待。喺啟示錄第2章17節也有以下嘅記載，得勝的，我必將那隱藏嘅嗎哪賜給他，並賜他一塊白石，石上寫着新名，除了那領受的以外，沒有人能認識。所以希伯來書13章2節話，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，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。客旅基本上是從遠方而嚟，大多數係不認識，然而接待客旅係主嘅吩咐。佢哋常用一同吃飯和留宿去表達心意。同樣，他們也會用飯餐作為解決紛爭同和解嘅方法。創世記26章26節，亞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亞戶撒和他的軍長非各從基拉耳來見以撒。以撒對他們說，你們既然恨我，打發我走了，為什麼到我這裏來呢？他們說，我們明明的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，便說，不如我們兩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約，使你不害我們，正如我們未曾害你，一味的厚待你，並且打發你平平安安的走。你是蒙耶和華賜福的了。以撒就為他們設擺筵席，他們便吃了喝了。創世記31章51節，拉班又說，你看我在你我中間所立的這石堆和柱子，這石堆作證據，這柱子也作證據。我必不過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過這石堆和柱子來害我。但願亞伯拉罕的神和拿鶴的神，就是他們父親的神，在你我中間判斷。雅各就指着他父親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又在山上獻祭，請眾弟兄來吃飯。他們吃了飯，便在山上住宿。主耶穌故意在天快亮嘅時刻，彼此觀看模糊不清，讓他們重新經歷主復活顯現，為他們行呢個神蹟。昔日所跟隨嘅夫子耶穌係神嘅兒子，係從死裏復生，是第3次顯現。他以接待和立約飯餐嘅方式，把使命交給他們去成就。馬太福音28章18至20節。
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嘅話一點都不會改變，佢嘅應許就係永不改變嘅約。今日主已經和我們立咗約，我們都係信心之父嘅兒女，要吃主嘅餅，喝主嘅杯，直到喝新的那日子。馬太福音26章29節。但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。喺呢度，讓我們繼續守主嘅吩咐，傳福音，守聖餐。主必守約，施慈愛，常與我哋同在，將來在天家一同大得賞賜。感謝主，昔日主耶穌用加多幾條魚為餸嘅早飯去接納加利利嘅漁夫，差他們去牧羊。今日他也用呢個餅和這個杯接納我們，叫我們吃主嘅餅，喝主嘅杯，也差我們去作他嘅福音使者。將來你會有一塊白石寫着你嘅新名賜予你。神和人立約往往係單向嘅，因為在人嘅一方係很難守約到底，如同這7個漁夫，也如昔日神和亞伯拉罕立約，那時亞伯拉罕係沉沉嘅睡了。創世紀15章17節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煙嘅爐並燒着嘅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，所以亞伯蘭係沒有經過那些肉塊。當那日子，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，說：我已賜給你的後裔，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。所以神不讓亞伯拉罕醒着和拖着神嘅手去經過那些立約嘅肉塊。請同心禱告。主啊，昔日7位門徒要回加利利，從操故業下海打魚，背叛主嘅吩咐，對主嘅吩咐毫無信心。但主啊，你卻不放棄，你預備好早飯。你知道佢哋整夜打唔到魚，就在天快亮嘅時刻呼喚佢哋，有吃的沒有，然後吩咐喺船嘅右邊下網打魚，得着滿滿嘅收穫。佢哋一面羞愧，一面去數153條大魚，肯定知悉你係神嘅兒子，係大能嘅主。你主宰一切，連海裏嘅魚都聽你嘅吩咐，聚喺船嘅右邊，讓佢哋網着。你也藉着佢哋嘅風俗習慣，預備好早飯，接納佢哋為自由，又重新認定昔日所立嘅約，往普天下去傳福音，去牧養你嘅羊。今日主，你又願意我哋再次認定守主嘅聖餐，吃主嘅餅，喝主嘅杯，守主嘅約，去傳福音，愛主愛人，將來在天家和主同喝新嘅日子，你又願意把一塊白石逐一寫着新嘅名俾過我哋。主耶穌啊，感謝你。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，阿門。以下有一首詩歌，大家有時間可以聽，願意同大家分享。呢首詩歌係你知道我愛你。你的大雨海上，日日衝風破我，不停照我前程，捨去小船如夢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你的主名下望，經得
離開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記得主美你我，人言如高大人，不配望主跟說，主人更愛憐憫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記得主慳水面，河上搭開隨處，放浪使我下沉，主操伸手拉起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記得望主造就，令我同登高山，天使得見異象，不願再有塵寰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記得小院禱告，前途甚高茫茫，不論遍是驚醒，讓主都知憂傷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記得最後晚餐，立志為主受苦，如何急難來臨，三次竟不認主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記得復活救主，多次向我顯現，答問我愛主嗎？我說仍然愛你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往事不堪回首，直奔天路可以，願主恩手帶你，甘心負軛從前。